电筒打开，对，我看会有多少手电筒。哦。有往事落雨也散袂行，想拢是行到底，两人相偎，情海是路变卦，眼屎像雨声。 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，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莫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，愿对你提起心爱的疼痛。 一段感情放雨伞。谢谢。哦，很漂亮哦。永远是落雨。 想拢是行到底，两人相偎，情海是路变卦，目屎像雨声，流落有脚拖，往船线。 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，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来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，愿对你提起心爱的疼痛。 感情放雨伞。哎，换你唱，啊大声，你要唱就我唱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注定，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来牵拖。我一遍咯。 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，愿对你提起心爱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愿对你提起心爱的疼痛，一段感情。 雨伞。给自己一个掌声。谢谢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大家不要太激动哦，等一下体温超过37.5度哦，好不好？口罩戴好，真的。今天很多人都是来看傅凯的，啊，头前加铁白啊，拢下晡都来排队，下晡都来排队啊。其实后边嘛有足侪粉丝跟我加，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不好？头个边啊加你看，拄啊你咧唱歌拢一直尖叫，啊，敢若拢无看到你加啦加， 360度，嘿，加，咱是那个小巨蛋舞台，有无？哦，小巨蛋舞台，360度的小巨蛋舞台。哦，刚刚傅凯有讲到，其实前一阵子疫情，大家拢在厝诶，啊，你嘛是受灾户的。
也讲演唱会，相信大家拢是做受灾户啦。受灾户，啊，你演唱会嘛就，对不？延期啦，延期。啊，不过好消息就是伫后个月，12月4号呢，终于要举办我的真的台北小巨蛋演唱会了。希望大家诗歌演唱会，希望大家会当到现场来听我唱歌。那靠到台北嘛，足近的啦。足近的对。足近，秀一个就够。秀一个就够。啊，你也无车，小招人是到底去吼。对啦。啊，12月4号，那现在还买得到票吗？还剩一点点票，剩一些票。对，希望大家就是赶快去购票，然后我相信一刚演唱会歌单跟流程一定会让大家很满意。对。歌内底有新歌嘛有，大家知的歌拢有。诗歌嘛，对不？还有跟很多前辈致敬。对。就厉害的对。那么讲，大我哥晚年对。大家一定爱去，好不好？哈，要去买票。那我相信，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有在 follow 他了。他在这个疫情的时候也没有闲着呢，也是为了演唱会，然后吃的很健康，然后还去骑脚踏车，训练肺活量等等，好不好？在不？都在嘛，对吧？就希望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支持哈。现在还剩下几张票可以抢得到，赶快。对。那其实哈，富凯其实也不是，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很早以前就有合作了。是。那他其实新北巷弄大概10年前就跟我们一起巡演了。你准你都歌迷了吗？还没有，花都还没去不？10年前吗？10年前，我可有相片哦，你别看这个。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有你早来谁知道啊？有甲缘投啊，古水饺有无？要看无？哎呦喂！大家要看无？要接大荧幕吗？要吗？买票好不好？去买票给你看，好不好？拿演唱会票跟好。老师，我坐在你们旁边一下，我敢面对。我敢买啦，真个缘投啊，而且现在无过去啦。好啊。对哦。无啦，真正好看啦，古水啦，即马缘投迄阵古水啦，巷铃安尼。其实那59公斤尔。真的很可爱啊！不过富凯现在除了唱歌，其实也有演戏。没有错，在10月17号的时候，大家拢知我去演一出歌戏，叫做《面部客栈》。我伫内底演的角色叫做小主角。因为最近去年啊，我4个月时间甲半年的时间，拢伫后壁这个摄影棚，明式的摄影棚，拢伫遐拍戏。训练吗？不是，没有，就在拍戏，就在里面拍戏这样子。因为那个场景就是建在那个我们明式摄影棚里面，对，所以每次只要来到这边，都会想起拍戏的那个过程。好玩吗？现在想起来，其实非常好玩，做好耍的。因为对我来讲，我唔捌和你长的时间去拍戏，学到足侪物件，有谭美云老师、蔡振南大哥、方心姐啦，咪姐，嘿啊，咪姐啦，小明伯啦，小明伯，对，足侪大咖的，希望大家明仔载面试要报啊，伫个下晡的6点半。周一到周五。拜一甲拜五。安尼若感觉，你若看电视安那食饭安尼啦，陪伴你。嘿。有够古锥，我有看。小生叫做小主角，袂记这里啊。我保养嘛袂歹啦，你安尼甲我问我歹势，真好看，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也要带来好听的歌曲给大家。刚刚有提到嘛，疫情那3个月呢，做了很多事情，那其中呢就是创作，我自己也写了一首歌，那这一首歌呢，其实要送给很多帮助过我的很多朋友跟贵人，还有长辈。对，那这一首歌叫做《博虾》。因为其实疫情时代教会我们很多事情，太多事情了。平安健康真的就重要，大家今日的家就真的很幸福。这是一个缘分就好的缘分，所以希望大家就是珍惜当下，把握当下。对，要大声的说出爱。你们爱我吗？有爱吗？大声说出来，许富凯，我要大声说出来。是很帅还是爱？拢有。拄啊，毋是有甲你教过？讲这个也是爱讲拢有，知无？是帅还是爱？嘿，对跳。这谁领啦？我够拍谁？来，掌声